Forse. Magari usare. Sì, ma si già. Ma che relax, merci.哎，等等呢，你好。这个是这个年纪最大的老年人。这个包包，把包包放中间嘛。东西都没放。就是。小国家是别说的嘞，就小国就中国的吧，小国中国的嘞，那这不小国，小国你就。
取证也来了，走马出。在外面哈，谢谢支持啊！手机在外面拍啊！谢谢支持啊！你们还是观音菩萨，我们好不知道哪个来，走哪门，走的哪门？哦，不是，这不是这里。这个是拉臭哦，有件深红色的衣服是曲珠儿，还有他们有一套是还是一样的，曲珠不知道应该不来。昨天来了之后，跳了20-30分钟就到罗马那边去。你这太空的。我呀，就新来的，不是当当。他皮的呢，我呀，我。家嘛有啥钱？不知道是哪里。拥挤的。去，好，过来。把手机啊，我找过来，我只一个指甲。哦，你已经背包？哎，不是啊，你背包包没有？淘宝放里面的，那个指甲那个三脚架，你找个架子，架都走一个。我不直播，我想存放一下。哦，我包包里面，你放我的包包里面。哇塞！快过来！
小朋友那些没来呢？谁是卓玛？不知道谁是卓玛，这只有温国啊。这是卓玛吗？好像是卓玛。要直接比到了，你说的，往前。大家来找啊！大家还进去吃。
这都要跳。高兴就进来东西了。今天还有一些没来，然后温补没来，雍正来了，昨天感冒嘛，今天来了。这8堂曲真的8堂那么多走，还有新来的那几个拉姆、道姆、卓玛没来。哦，曲庄没来，对，拿错在了，视频清不清楚？拿错在了。视频清不清楚？家人们，看小乐子，视频清不清楚？不要太小了。他太慢了，多速度。呵呵。看
哎，我们不来了，看那个谁来了？刚刚来。哦，去上海了。考试要那边，是。当。这边穿过去。哦，对，我们去上海了，从他们来这几天。哎，才条大的，对吗？外面票全是大的。现在是3台哟。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你是这么着的，慢一点。你就能过吗？母亲。母亲。
又进宝贝的。好干啊！好的，好的，因为他们跟我说了，随便对，这样很宽，然后蓝队就跳得很宽，随便好的地方宽一些。好宽。这一把宝岛们还好舒服，哎，它导出马也有点哪个？这个。啊，心情不好哈，今天。哦，它可以啊，它主要是你跑的时候，它拖它走，跑了好一些。刚刚到，刚到。莫三三，温小。呀，都在说，拉出来。这个小朋友，给小朋友。我再找一次，那里音箱坏了，所以那唱不哪个音箱坏了？有红键吗？我此间音箱又坏了吗？这再转一转，这里不用往里面转，就这边转一圈。11岁。哎，这前面有镜头的嘛。我没注意到，没看一些，我看那个。首先，凡是这个屏幕嘛，这个没给看一些。哎，你这个是直播吗？你试一下呢？前两天不是晚上直播了有的吗？他要一直把时间拖到。哎，之前这几天都忙，现在这个快成了10年了。啊。我那边忙完了，啊。自己在自己干啊，就是你那个话，你想法就对那个方向。也好像昨天就来了。要么有坚持，因为现在经济不好。有公司干的话，先看一下情况再说。慢慢过来了，你看，对啊，这就不用洗了。去翻锅吗？看哪一次？那这个俺就觉得不，可就是。
啊，成都赛马嘛，咱得了。这会成都赛马是吧？一下全部跳了，那些他们普通不会跳的，就在旁边看着，自己看我去他们表演。金刚舞20分钟，现在时间8点38，然后你们要准备在8点58左右结束，19分钟。金刚舞。登之这个摇头的姿势好可爱，谢谢啊。好这球。炸鸡，要了，那个要了。那个是走马，那拉阿加拉姆吗？哦，不是。没穿哦，就没穿队服了。我穿那个其他颜色的都在后面。去哪里了？昨天我知道，昨天我知道说的对，他知道。是马的，如果你不去医院的话，其他地方我们不喜欢戴手套，就他们戴手套那个，我们是因为别人手那个有手看嘛，别人要给他握手的话，他戴个手套。还缺一个围躲，围躲不知道应该快等几天吧，应该9月份。还扎西曲珍、和玲玲还有围躲，他们3个经常在一起。还有就是17、瑶瑶和那个丽丽。还没到齐啊，今天团队还差很多人。
大概37个人左右。就第3段了嘛，38，5分钟。你也会跳那个吧？你会跳？这个金刚湖都会跳吗？会跳，都是宗教那种是吧？对，就是宗教的。这个到底是男孩子女孩子？那个是那个旁边那个，你这说，就那个戴眼镜的，对呀，13岁嘛。是男的嘛？但是有些人在跳女的那个，我们都不知道是男的女的不清楚。他绝对是男的。他绝对是男的。这曲轴吗？曲轴。对啊，我穿那个衣服。好看。对啊，他昨天穿的深红色的那个，但是那个是拿错的那个衣服，他们换过来穿的。先拉出穿的他自己定制的那个，他们关系最好的。这2个对你们走近一点，18或者多少？因为规定是平常正装嘛，就是穿其他颜色衣服都在后面。白凤没来，还有杨杏没来。杨杏在老家。这个帮拿出我曲轴直播，这直播。这个还有5段左右，还有5节，因为有一共9局吧，9段。现在多过啥子？不，他太慢了，动作比较慢。怕他稳不住，去这工作上班的地方就在一个地方，没有医生必要。小问同学没来了吗？没来啊。也就是说，你看嘛，刚刚郎卡说的，基本上每个藏族都会跳这个金刚舞，基本100%都会跳吧。因为你这个学校，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课间操什么都要学跳那个舞，所以说。他这个还是宗教那个方面的。来，冷静。看我先把头扭了。给啊！不要这么，不要这么。出去。
6级的话第5级哦。吴江波也没来呀，对啊，吴江波没走。杨秀儿、白鹤，还有那个，这4个都没来嘛，还有其他的。来了的话应该3、4、7个吧。这边才多少个吧？3、5、7、8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个。20个，还有17个没来，今天只来了20个左右。就这样的，你要是吧，很多人来，我都发的是楼上头，旁边都是人来。我都是楼上，旁边都是人来。不要打。这是欧姆的嘛？欧姆的这个，欧姆的直播，欧姆的直这里那往往别的你，得来一份就难得送，得来一份就难得送，撒糖的正单的送，撒糖的正单的送，感受感人点这个的送，感受感人点这个送，他一点会抽的多送，他一点会抽的多送，要去点出给色的家伙。点出我的离波城，展现谁的这那区别？咱们当班的不多，来这西城我就给多了。我们心情不好是我不想跳，今天这样子我感觉有点热。我没找到。谢谢咱们中的做人，一起的来为人。最喜欢干的娘我的送，我最喜欢干的娘我的送，撒红的正单的单的送，撒红的正单的送，感受感人感人真的送，感受感人感人真的送，哪里就不多给的多送，哪里就不多给的多送。还有2个嘛。3个嘛，2个。它是一首歌9段，19分钟左右。我女人看来听那个人词。这龙母的。哦，另外这个是，这个才是，旁边那个才是。
在罗马里面好像是每个星期吧，好像也在放。他们之前也是经常放这个金刚舞，但是后面说还是那个周一才放。啊，应该是最后一段了。哦，这是快。这个小朋友跳得好好。那个小男生吗？那边在横街那边跳，我身边也有在跳。这个小孩没问他名字。因为那个小朋友跳的特别好，乱跳的啊！你小时候也这样子啊？对对，我乱跳的，对对，肯定的小朋友都这样子。终于，啊，好像还有一个9段。好像晚上吧，应该是58结束，差不多了。啊，因为跳完了，饭多了。对，可中取真用那个小风扇，小风扇现在没用，现在吹风了，吹得呼啦呼啦。看曲子。Hello，这里露个镜，我们这个美帅哥露个镜，哈哈。别这么瘆人。别这样这里了。终于正常的过去了。
全都是一个各个神通。小孩很轻嘛，你们在拉货后面就在。这里自拍的刚刚比较多，稍不注意吧，一个手机摔下去，哇，这个多了。TV 上拍的。转圈儿是都统一的，很整齐。这边感觉每个人都跳得很好。那里有点。往两种。哦，过来。
哦，丽丽竟然没来呢。说今天去了好多人，还有那个民大的那个另外一个跳得好的叫啥？叫啥？我今天发信息问他，他说他们过几天才来。我黑色，也是那个黑色。就中午开始了，这个今天呢很对付这个版本。谁的当家？这是代表着以前有卡子式，还有19超门。哇，象哈达。哇，这个就不能随便取下来了。对啊，一大堆，一般是白色的，它那个是彩色的，我还不清楚那个意思。有时间问一下蓝卡是什么意思，反正都是哈佛嘛。看那个男生。他们两个，哎，看就看他们两个。
哎呀，完了！棒棒哒！这个拉出跳非常好。练那个练艺术跳的，有几个跳的非常好。厉害了，我要练边缘哦。啊，下来。这什么意思？就这个意思吗？两天白有律师防体，宗教含义比较多。他在讲西哪里啊？啊？他想去哪里啊？是吧？他想去哪里啊？他有个味道，可以再闻那儿。啊，不去。没有了。是哪来的口音都出来了。刚刚结束。这个经典菜。还有
这个可笑了，这是屁股都没甩。我没吹到，那个风我没吹到。有点问题，不得问题。我还是跳赖望村。还有扎西也得跳，还有圣基罗赛马。过去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刷后面那个哦，那个不知道，走马太多，有个叫真正走马，但是我没看到他。之前他有个家长叫我都不知道是谁。中午是因为可以跳很多种舞。他不止国专舞，还有其他的，他本来就很专业的那种，所以说他跳舞还就是大家都喜欢看，就跟开剧那种，开剧是什么样的？是学校学生嘛，他们舞蹈专业嘛，他跳的肯定比别人好看。用枪来的。那你长那么多话，我跟你说，老年的国专就这样，本来这样今天那个国专队的群可能要挂，他不让挂。
对啊，对啊，这个取的方面的角度，这个没有合适。他一次吃不完，太多了。现在才20多个人。新工。也不是新工，这个部分很少。这个歌男队员跳的可以，女的有些我不会跳。这个没得卡点哈，它是好到底，这随缘的，好不好？抖音游客，主要是开心，这就是拥挤。我们所以这些歌都会跳。我
再来一首，再来一首。阿公我阿公，这可能还有意思。跳那个成都三跑。妈在那地方，你看是好看的。现在拍水，赶紧拍水。你可以试一下，是你在上会说，就是他是只说到几位，他那个多手机也是。中国主要的你看，不知道。三个从这边穿过去啊！我本来想拍稳步的，稳步的去前面来拍。求生站主皮，它举得很高。他们几十观众也是跳舞的，因为他听到喜欢的歌，他就会跳。平常稍微好一点，吃了一点。什么地方？卖东西，卖东西。你那个嘛，就是我看你。好。我们的工作是老师吗？
新年快乐，对，跳一期义务不跳，今年。哎，那有个小可爱兄弟们，都认识的，好嘞。那个小可爱认识吗？扎拉扎西没有了，结束了，这个。这样，去哪？去全国，等一会儿拍一下他们那个。小花小草，谢谢。我刚讲了，给英姐讲了，给英姐老师讲了。我叫你找到和尚人吧，我说我卖花椒，我都临近来的，我是。哎，我昨晚上看到你这个。关注你了，送了你几个花灯，我给你发了私信哈。非常非常网络非常喜欢，非常喜欢。我看了你3年，我们专门就是挺怪的。小我给你们介啊，当然抖音也得不能够声明人的，抖音那个有点问题就也得罚款。从小唱的，我是在那个。那你不记得当给人家视频哈，要得我给你发了视频。那你转了点赞102万，我全是点不到赞，我每天你那个视频，我都在给你点赞噻。好，谢谢你哈，是30。好的，拜拜。对，确实。粉丝太多了嘛。要得。太多了。粉丝太多了，不来。今天主要是这个哈德太好看了。那这个哈德是什么意思？它是几颜色？啊，它就是像是蓝天白云上，还有黄河。老师怎么走了？还不够，这让我讲。我有说的是蓝天白云，还有啥子？五种意思。哎，你好像比别的还好点哈。还说的是春节哈。哎，你这是春节特别。哦，我的牙齿有点。给他拍一下。Many face。这一个。都拍了之后去全国嘛，把那个给去
这边现在还第二场都在清理中，以前在体育馆、省体育馆，但现在没有。这边一般结队的和去那边的没有以前多了。好的，回去那个，回去直播。就今天雍总他没怎么拍，全部在拍短片。根据这是陈一耀，我没听见他说什么，他应该在直播吧？那这样行。这都是要回去的吗？不行，这样。那错是谁错？这样，你这样。就是。哎。什么地方吗？哎，要不我衣服好好看一下嘛。在球场上一看。踢球那么你要看一下框框。好牛！在这儿，框框在这里。火车取砖，对。取砖怎么了？家人们点在这，点在这。可以。取砖都不去了，去那个去罗马那边去。可以，就按0.5。有点紧张。对不起，帮我们拍一下嘛，谢谢。谢谢。这儿已经不让拍了，看不到。谢谢。走了，谢谢。好的，辛苦了，拜拜。拜拜。走。谢谢，没有。谢谢。来扎西。我好喜欢你啊！我在。这个有点奇怪，哎，这是爱马吗？是什么？不用眼镜。别个进去。拍一下，然后去签工。这东西，这是喜欢。飘毛毛雨了，哎，下雨了，明天有可能下雨了。下雨喽！哎，好合适嘛，结束就下雨了。跳完了下雨了。从那天晚上，我一直3天。你来好久了？我一直在这跳。来。你看这个雨就下来了。雨下来。赶紧跑！宝宝要去签工没事儿。摇他。下雨了！签工了啊！然后热嘞，这边就不拍了。这有个插电了。插电，然后没电了嘛，然后卡也没有了，然后重新把那个删了一些，重新拍了，我搞忘了。摇他，摇，卡容量太满，太满了，就下雨了，下暴雨。刚刚结束，下雨了，看地铁啊那个。下雨了，你们直播的要收了。签工了。签工啊，结束了，签。